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搁一摆自接来敬拜咱的主上帝。此时，请咱大家备办心，三甲来敬拜。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这是咱大家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580首，圣诗第580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感谢主上帝大仁义。伫日是阿罗，伫暝时我感谢，安尼服侍也无够业。圣诗580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赛呀无够呀。
因着赐阮我的主，我认过，请因真我命命运顺，天使到世里，当欢喜出大声，我的主成尊名，我心所应我认爱主耶稣，你听我替我归我路，请你甲我命，只有你会相思，我欢喜感谢你这是咱犹原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大家齐声来念许多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岛田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罗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第65，启应文65，伫圣诗的后面1119页。启应文65，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个天，前个地一定过去，海嘛无去。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我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息，嘛无阁有哀伤、嚎叫、疼痛。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面拢换新。伊阁甲我讲：完成啦！喙焦的人，我要将活命的水泉白白互因啉。我要做因的上帝。这是咱额头三甲来祈祷。慈悲甲恩典满满的主上帝，阮用感谢的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因为你创造阮，有应允阮，要来怜悯阮，要来透放阮的罪过。你用慈悲甲福气来祝阮的心愿。求上帝，你伫阮逐款经务的中间，用你的锤甲你的拐来引带阮，带阮行伫平坦的宽阔的路。阮伫世间的日子，一天一天得过，日日享受着天父上帝你无尽的恩典。
阮对心底深深来感谢你。今早起，阮搁一摆来到你宝座前的时，阮要搁一摆来省察家己所做的一切。阮有时会伫无意中来得罪你，阮要将阮的无奈甲心中的罪恶感、行为顶面的失态，拢摕来伫你面前，搁一摆通过主耶稣的救赎，来撤销阮所有的过失，互阮无搁乖离，无搁惊吓，嘛求你保守阮，互阮会当莫贪图世俗的享受，莫贪恋世间的名利，互阮真坦然会当甲你相交陪，来得到丰盛的性命。因为阮知，阮徛起伫即个世间，只不过是个寄脚的人而已。阮无法度会当对这物的世界，甲受造的物来得到帮助。阮只有独独倚靠你，才有真正的喜乐甲平安。这是阮要为世界紧张的局势、台湾国家安全、民主来祈祷，恳求上帝来掌权、看顾、保守，显明你的公义甲慈爱，化解国甲国、族甲族中间的仇恨，互公义来得胜，互和平早日临到，互这受灾的百姓会当得到安慰，也会当得到医治，也互因有气力来面对头前的路，互人民会当过着平安的生活。主啊，阮嘛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圣手，求主你亲自赐福，来保守，来看顾你亲自呼召的种子，来推动完成各项的事工。恳求你保守看顾每一位种子同工，有顺服受调、服侍甘心乐意的心志，常常心存刻无敬畏的心，甲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也恳求主帮助因日日会当过着圣洁得胜的生活，成做圣道的典范，专心服侍你。主啊，也恳求你保守祝福阮正大家身体健康，其中若有身体欠安的，求你透过医治大能，医治阮正病痛、受病痛困扰的兄弟姊妹，用你温暖的大手抱住抱调内心丧向受苦郁卒的兄弟姊妹，也恳求你圣神带领阮众兄弟姊妹，毋但只是来教会参加聚会，更会互相关心、关怀、分享，实践你主的疼痛。恳求圣神大大充满阮的心内，互阮大家有活泼的生命、健全的心智，活出见证有听的基督徒，来荣耀主的名。也恳求天父上帝，只是有缘平平伸手，伸出你的圣手来扶持惹坎，无来教会宝座前的兄弟姊妹，无论因徛起伫什么所在，拢会当得到你的保守看顾，带领每一个脚步，日日平安喜乐，领受你的祝福。祝阮早起的敬拜、仰望交托伫你，求你亲自伫阮中间引带保守，互阮会当每一个人拢有真好属灵的管握才情，互阮日日成长。伫你面前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圣歌队要来献诗，带咱阿罗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阿罗主敬拜主到万代。
以上献诗，愿一切荣耀归伫上帝。这是咱三甲来听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旧约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8节。旧约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8节。诗篇121篇第1节：我要行目往山，我的帮赞对倒落来。我的帮赞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的确无拄眠。看，保守以色列的也无拄眠，也无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应允。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袂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以上愿圣神甲伊所竞选的儿女同在。今日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耶和华保护你，请咱恭敬来听。留意下，这大家平安。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分享的大声，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大权能的主上帝，你的作为遮尔奇妙，显出大权能。你引带阮，也让阮感受到你的恩典疼痛。所以，愿用感恩的心组织，也用恭敬的心听你的话。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帮助阮，互阮对伫主你的话，以及出对圣经经节的分享，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都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加添阮的信心，也互阮会当更加捌你。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予主你亲自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留意下说，咱着对一个故事来讲起。就是台南公南教会
就是即马台南中会公南教会，伊所在的即个即个砖头叫做公安拿，就是今仔日台南市做阵的公拿里。公安拿即个所在，第一个基督徒名叫做李顺义，伊是1865年热天来到伫府城看病，然后通过英国的宣教师马雅各医师的带领来信主。咱知影马雅各医师1865年来到伫台南府城，但是实际上无几礼拜，伊就互当地遮个人赶出府城，然后逃走，会讲迁徙去打狗的基澳，因为打狗的基澳遮有英国领事馆，会当互英国领事馆直接保护，伫府城遐受到困着。但是伫迄短伫府城1865年的热天，伫遐医病的过程中间，马雅各医师就带领即个李顺义，即个公安拿的即个第一位基督徒来信主。李顺义即个初代基督徒热心传福音，所以伫公安拿迄个所在，信徒增加真紧。但是咧，公安拿迄当阵并无礼拜堂，佮较因为马雅各医师已经去到伫基澳打狗的基澳，所以咧，公安拿遮的基督徒，因为着主日要做礼拜，所以因只有用行的来回3日，去到伫基澳，伫遐做礼拜，前后后来回爱3日。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设教70周年的时阵，有一系列的礼拜堂的相片。这就是公安拿教会、公拿教会当时的公安拿这个所在的长老教会的礼拜堂。然后，这是1935年的基澳长老教会第3代的礼拜堂。当然，伊即马遮的礼拜堂拢已经登起啊。好，为什么是来回3日？对公安拿行路来回去基澳教会做礼拜。当时公安拿的基督徒，因必须爱拜六天光前，天还未光就爱出发，带着粮食，带着武器、火把，以及即个婚教、信歌啦。然后咧，一群人大家招做伙出发，行路一天一暝，然后伫礼拜的早起，到伫基澳教会做礼拜，然后主日礼拜一煞，中昼伫教会伫遐煮饭食中昼，咱即马讲的食爱餐。然后食饭饱，继续行路对基澳行转来公安拿，到伫假日拜一天光了后，才会当转去到公安拿。当时公路还未开，沿路坎坷，然后咧，当时阁有真侪土匪。
咱知影日本时代一开始，即个日本政府搁爱派军队，一直到1910几年，才甲真正台湾才会治安创好。当然，有诶是反对即个日本诶殖民诶政权诶，这有一部分，但是大部分是啥物？土匪。连日本政府诶军队拢开10几栋，才将这个土匪甲消灭。你就知影1865年，搁较早以前，迄是土匪真多，但是遮尔危险、遮尔歹行诶路，才会初代诶台湾基督徒，才会初代诶长老教会诶信徒，因对主日礼拜诶热情，拢无减半分。用这来对比，就是今仔日诗篇122篇，诗篇121篇。咱若现转来圣经的标题，伊讲上行的诗，上行就是爬悬啦，爬悬的意思。爬悬也是讲华语和合本讲上行之歌啦。啥物叫做爬行？对低的所在行向悬的所在。咱知影圣殿是伫锡安山，然后咧要去圣殿雕像的时阵，就要安怎爬行？对低的所在爬悬。所以诗篇121篇。就是以色列人伫宗教祭期对逐所在转来耶路撒冷，要去圣殿朝拜的时阵的过程中间所唱的诗歌，这叫做和合本讲上行之歌。咱台湾圣经是讲上行的诗，就是。以色列百姓雕像的过程中间，一边行路，一边吟的诗歌。咱知影古代的以色列百姓，因行过即个旷野，行过即个坎坷的山路，为着啥物？为着要上圣殿来敬拜上帝。就亲像150多年前，咱台湾初代的长老教会信仰前辈，同款，拢爱行真长的路，爱经历真侪危险的威胁，只是为着要伫神圣的主日来到伫礼拜堂来敬拜上帝。这对咱来讲，尤其咱伫台北市，咱可能无办法想象。但是我想，咱在座较有年纪，咱遮的兄弟，应该细汉的时阵也是安尼对无？咱可能咱家己的庄头无教会，咱爱行路去有教会的所在，可能一行要半点钟，甚至搁较长，有的爱行搁较久。想讲你的庄无，你爱去即个镇，较有长老教会。但是咧，咱对细汉的时阵，父母就讲，无论如何爱去做礼拜，爱去上，爱去上主日学。所以咧，只有偏仔懵的行路，做伙行路，行半点钟、1点钟去。上主日学去做礼拜，为着伫神圣的主日来到礼拜堂敬拜上帝。你看这古代以色列百姓伫祭期来到伫圣殿，为着要献祭，为着要敬拜上帝。
路程非常的坎坷危险，不但有野兽，更有强盗伫遐想要抢夺才会雕成的人因所带有价值的物件，尤其是因为着要去到伫圣殿来献祭，有诶佫会带着啥物，带着啥物，要献祭的精神，佫是真好的精神，因为亲像旧约讲的，上好的献予上帝，所以因带真侪有价值的物件，带着真好的精神，沿路要行到耶和华顶的圣殿，要来敬拜上帝。咱就知影，当时要到圣殿去朝圣、去敬拜的遮的以色列百姓，因的危险，因面对的危险是更较大，因所爱经历的威胁是更较严重。所以，同款为着安全到伫圣殿，要来献祭、要来敬拜，才会朝圣的以色列百姓，也必须爱集体行动，为着家己的安全，也是同款爱派壮丁对队伍的头前来警戒，然后咧，规段路心情非常的紧张。咱现代的人，咱中间若有爱爬山的，应该拢行过八通关古道，咱台湾的国家一级古迹。咱若行过即款的路，所谓的古道，尤其可能是起雾的时阵，也是可能暗时较少人行暗路啦即款路。但是咱想象迄个情景，毋免啦。有时阵咱去爬山的时阵，咱暗时想讲这路真平，行看卖。但是咧，经过一段哇，煞无路灯的时阵，咱就知影，以前爱手电照，然后一步一步细里行。即马有手机爱安尼照一下，来行路，咱就知影迄款的心情。所以咧，就亲像咱细汉行过蒙阿波的时阵，咱若是教会，细汉就是教会，敢毋是咱就开始暗时行过蒙阿波，当然会小可惊啦咱会安怎？吟一个诗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也是搁较细汉，耶稣听我知明一切记载是圣经因为咧。会惊嘛，所以沿路吟一个诗歌，家己壮胆一下。上行的诗，上行之歌，其实有小可即款的气味，因为因行即个坎坷的路真辛苦，阁会有真大的危险性，所以因大家做伙吟即首诗歌。来壮胆，来提醒咱家己。咱想象诗篇121篇的即个诗人，伫朝圣的路途中间，伊看到四面的关山深谷、关山深谷的时阵，有人会感觉讲哇真危险，但是伊透过信仰的体会。看到山遮尔悬，深谷遮尔深，体会到上帝的看顾甲保护。因为体会到咱人若靠家己，无办法得到平安。一个人会当得到平静安稳，袂当建立伫家己的气力甲才能。伊看到上帝创造的关山深谷，伊知影是因为上帝看顾、保护属伫伊的百姓，互因会当安然通过危险。
这是诗篇121篇一开始，甲咱提醒的。诗篇121篇，搁较提醒咱，就是即个看顾咱的上帝，是充满大气力的主上帝，并且即个世间万物拢是伊创造的。即个保护人的上帝，是未拄面的上帝。可能才会雕成的队伍，派一寡壮丁去头前去警戒，也是当因扎营停留的时阵，派壮丁伫四周围，伫遐看顾。但是人毋是铁拍的，咱做过的兵就知影。咱一开始真菜的时阵，徛哨拢真专心，然后咧，伊做兵做东外，开始就会伫遐拄久，也是叫迄个较菜的兵，你徛的哦，替我看，然后咧，你走去内底去困，咱大家拢经历即个时阵，人毋是铁拍的，人总是会拄面，忝的时阵会拄面，有时阵会感觉。无啥啦，安啦，就会用即个理由来偷偷偷懒一下。但是上帝袂拄面，伫伊的看顾中间，袂有任何遮的歹人会当欺骗伊。这是诗篇121篇大概的内容。我真爱看遮个天文的即个相片啦即个相片真出名，讲是上帝之眼。当然，其实伊是距离地球700公里以外的螺旋星云，但是伊的形状亲像一蕊目睭，所以即张相片真出名。叫做上帝之眼，互咱想到，其实上帝看顾咱，就亲像安尼。互咱想到上帝也是安尼来看咱。虽然讲咱毋知真远的所在，但是伊拢在看。就算咱感觉因真远，但是伊持续去看顾咱。当然，咱来思考，可能咱无拄拄拢爱爬山，爱行路践行远足，但是咱加减拢有行路的经验。当然，咱即马拢电视也是新闻报道拢咧提醒咱，老大人。行路爱徛好稳，莫跋倒。可能咱中间有兄弟想讲，我阁少年啦，我即马行路阁真勇行。但是咱总是爱注意咱的骹步。但是咱若捌去过落雪的所在，我想咱拢会体会会到，就是骹步踏好稳，骹步踏稳是偌重要。咱若捌去过落雪的所在，捌行过结冰的路，咱拢知影骹步踏稳是偌重要。有时阵骹步要踏好稳，阁真困难。牧师23冬前，去美国读册啦。咱知影，咱若捌带过落雪的所在，也捌去过落雪的所在，咱就会体会到，伫台湾咱拢真少有机会拄着落雪。可能去爬山，甚至去爬关山嘛，无拄会拄着落雪。但是你若打去到一个会落雪的所在，我想当地的人拢会提醒咱，就是落雪的时阵，
有时阵落雪了后，人爱真细腻，看到路有光光的所在，莫顾伊去搭哦。互有的人看到想讲囡仔上爱做即款代志，看到涂骹有水，爱去顾伊去搭，撇一下但是落雪的所在，千万爱细意。你若看落雪了后，你若看到路顶面因为雪一般咱拢会即个用一寡盐啦，还是讲有的所在会替咱清，路拢清清气气。但是咧，你看到路顶面有光光的所在，你千万爱闪骹莫踏着因为其实迄叫做结冰，结冰比落雪更较危险。然后冰迄样的时阵，比更较冷的时阵，雪还未样的时阵更较危险。因为看到迄光光，其实迄大部分拢是冰迄样啦，0度左右。你若一踏着，一定骨倒。然后伫结冰骨倒迄比咱平常时安尼骹步无踏好稳滑倒，搁较严重。咱有捌住伫落雪的所在，拢体会会到。落雪迄样的时阵，雪迄样的时阵，迄是上危险。开车会安尼骨来骨去，然后行路一无小心就跋倒，迄款的跋倒佫真危险。感觉重力加速度，跋倒特别痛，特别严重。拄啊好，23年前，即条相片佫骗着一个某啦，即条相片，骗着一个某，真正迄当阵没有修图迄当阵没有修图软体这真正。只是咱爱思考一项代志，咱烦恼家己的骹步踏袂稳的时阵，你会发现一项代志。咱只有专心、全部的精神伫遐注意，咱骹步要安怎踏。敢有即款经验？你去一个足骨的所在，咱台湾可能是落雨了后落雨啊梅，然后咧，咱知影爱细意，然后咧，你一步一步踏。你著爱专心伫你后一步要踏倒位，你的骹步会轻重，你爱先注意，然后身躯的姿势你嘛爱调好好，袂安尼，小可安尼，身躯小可起起。你煞变做全部的精神，为着骹步要踏稳，你全部的精神拢注意伫行路的动作。咱若时时刻刻，咱的心思敢若迄注意，骹步爱踏稳，怎样避免骨倒？我想咱无可能会当欣赏到沿路的风景，敢是安尼？咱若心思的焦点，只是讲要怎样避免行路跋倒。结果咱散步，结果咱出去佚佗，无办法欣赏到沿路的风景。就亲像咱人生的路途中间，咱若一直骹步踏袂稳，同款，咱也变做规工爱操烦，规工的心思就是我骹步要踏稳。我后一步要安怎？咱无办法享受到咱的生活，咱无办法体验到咱的丰盛的生命同款。但是诗篇121篇提醒咱，无论咱行过的路，咱要行头前的路。路径是安怎？状况是怎样？伫咱人生的路途中间，是上帝甲咱做伙同行，
是上帝甲咱做伙同行，是伊互咱会当骹步踏稳，袂骨倒。因为伊就亲像咱伫真急的大水中间，即个水中的大石头，伊互咱会当踏伫即个大石头顶面，互咱会当稳当，互咱袂对着大水，互大水冲走。是上帝互咱袂跋倒。是上帝就亲像迄个咱伫真骨的路顶面，咱边仔有物件通花。当咱有即个物件通花的时阵，无论边仔是一个围墙，互你会当靠咧，也是有树啊，互你会当花的，也是有栏杆，有栏杆会当互你花的。毋是咱骹步踏稳就有够，因为骹步要踏稳，有时阵就亲像咱伫冰的顶面行路，要羊的冰顶面行路共款，迄是真困难。但是咱爱找着有咧一个物件通花咧，互咱就算行伫危险的路，犹原会当无跋倒。这就亲像上帝是咱的石盘，伫大水中间的石盘，互咱会当徛伫顶面，会当得到安全。这个石盘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互咱真正得到新的生命，互咱通甲上帝建立依持关系的一个基础。咱想，咱行过真侪路，咱经历过真侪，甚至是危险，咱难免会拄着病痛。有时阵，咱难免会拄着失志。迄是有电话入来啦，好加载，牧师有准备好，所以变成震动，毋免惊。诗篇121篇就是甲咱讲，咱免惊，因为有上帝。咱即个石盘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透过十字架，咱得到新的生命，咱的生命转变。原本是一个真够超凡的人，原本是一个脾气真急的人，但是今仔日有十字架，互你知影，其实我免惊嘛。本来是真急性的人，但是有十字架，你知影毋免急，啥物代志毋免，拢是为着一时，你忍袂牢，互你犯着错误。因为十字架，透过十字架，上帝已经用伊的疼怜悯咱，互咱成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已经收拾咱即个疼，是袂互什么代志、什么人夺走的疼。暂时的失败，咱毋是一败涂地爬袂起来。咱暂时有犯错，但是咱知影上帝的怜悯，爱咱得到改变，爱咱明仔袂犯着同款的错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互上帝的救恩临到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互咱旧的我甲伊做伙顶十字架。即马咱活着的是甲主耶稣做伙搁活的新生命。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即个诗歌可能咱以前拢吟过，这也是使徒保罗甲咱所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然后，咱生命中间的石盘，正做咱勇敢活着的基础，就是上帝未改变的慈悲疼痛，以及上帝应允咱，伊绝对袂离开咱。所以，当咱徛伫即个稳当的石盘，就是上帝的慈悲未改变的疼。咱才会当有骹步踏稳，咱的心思意念，才袂干那限制伫我后一步要安怎行，伫遐惊吓，伫遐感觉头前的路无明。因为咱上会当确定的，就是上帝疼我；咱会当确定的，就是无论如何，无论后一步是怎样，伊甲咱做伙同行。那安尼，咱才会当真正实践，疼别人亲像家己的诫命。咱才会当通过咱信仰的行动，归荣光互上帝。咱无搁想讲，我后一步要怎样，我要安怎？毋是干那规工我。咱是因为有上帝的疼，上帝疼我，上帝疼我袂改变。上帝的疼，无论任何的事、任何的代志、任何的人、任何的势力，上帝的疼拢袂甲咱隔离。咱有即款的确信，互咱会当骹步踏稳，无搁伫遐烦恼后一步要安怎行。落下这过去2-3个月，是咱台湾的热天，是咱台湾一年中间日头上野的时阵，就是8月、9月。咱拢知影，当日头大的时阵，咱若伫厝外一无小心，就互日头晒伤，晒着来着伤。台湾拢安尼啊，咱来想象中东迄个所在，沙漠的小所在，迄日头搁较大，搁较危险，搁较恐怖。咱就想象诗篇121篇所描写、所讲到这个，才会要行长途要去耶路撒冷朝圣，才会以色列百姓，因搁较是安尼。所以为什么诗篇121篇将上帝比作会当夜早日光甲月光，避免即个互光、互热伤害着的阴影，庇应啦，阴影。当然，日头伤害咱会当想象，月亮的伤害是啥物？有的圣经学家讲到月亮袂伤害的意思就是。月亮出来就是暗暝，暗暝上惊啥物？歹人做代志拢暗暝，所以有人讲月亮袂伤害你，这是譬如暗时的时阵的危险。歹人拢爱暗时无光的时阵做歹代志，这是附带讲。但是讲到日头袂伤害你。这咱台湾人伫热天拢通感受到，真正会着刷台湾的日头。
所以诗篇121篇提到讲，上帝就亲像迄个日时暗暝拢伫遐固守、保护、永远袂拄面的守护者。就算是遮个贼仔、强盗，也是一切的邪恶的势力，拢无办法攻击咱。讲到贼仔、强盗、邪恶势力，这讲甲可能你会感觉这18天地外，但是实际上，咱生活中间加减拢有生活的压力。你讲我即马退休啊，无压力有啦。咱退休了后，可能咱健康就不比以前啊。有时阵咱就算退休，咱嘛会想着咱的家庭。这后生哦，毋听话咧。啊，查某囝哦，哎哟，即马安尼，哦，也是咱会烦恼着我们的另一半。健康最近无亲像过去。也是咱烦恼着咱家己的健康，也是咱总是有咱的人际关系，咱生活中间也有真侪挑战，咱难免会拄着困难。其实这就亲像诗篇121篇所讲到的，日时的太阳，暗时的月亮，这是咱人无办法完全避免的。咱生活的压力，生活中间的挑战，咱难免会拄着的困难。但是诗篇121篇提醒咱，就是上帝就亲像树啊的荫雨，替咱阻挡这个日头的热。上帝互咱伫生活中间，袂互现实来拍倒。就亲像四道保罗勉励咱的，就算讲咱四面拢受到对敌的攻击，但是咱袂互这一切来围条的。咱心中作难，但是袂至到失望。咱遭有着困迫。但是咱袂互人气杀，咱互人拍倒，但是咱袂至到失望，因为咱心上若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就耶稣的国话也显明伫咱的心上，咱拢甲耶稣同顶死。即个旧的我已经定死啊！咱拢是甲主耶稣定生国活，咱每一工活出来拢是新的生命。就算今仔日你拄着困难，今仔日你感觉失志，但是明仔咱拢是新的我。咱每一个时刻，其实咱拢经历着主耶稣国活的快乐。上帝伫咱基督徒的人生路程中间，拢在陪伴咱。咱的生命中间，有伊的快乐甲咱同在，互咱会当克服所有面对的挑战，互咱会当刚强、有信心甲毋茫。因为咱知上帝要看顾咱，上帝要看顾咱，上帝看顾咱，就亲像咱的是大人伫咱细汉的时阵照顾咱共款。伊知影咱所行动的一切的细节，所以伊会当随时来提供咱帮助。就亲像诗篇121篇所讲的：“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护你。”
上帝绝对袂因为距离咱真远，至到无办法照顾到咱，因为伊实际上是临在伫咱的生命中间，时时刻刻去看顾咱。可能咱基督徒无一定会当预测上帝要怎样回应咱的祈祷，有时阵咱祈祷求这，但是上帝的回应是安尼。有时阵，咱对伫上帝旨意的成全，也无一定有同款的理解。就亲像经历了后，你才发现讲，哇，上帝的旨意真美好。但是有时阵是迄个过程中间，你会可能也会思考，上帝啊，你为虾米安尼做？但是咱人生的经验，互咱通确定一项代志，就是上帝拢伫咱的生命中间去带领咱，互咱到伫今仔日。亲像牧师当初，咱知影，牧师大学时代也是读工程的读工程的，当时嘛，甲同学共款啊，想讲我读大学的时阵，大学部的时阵，大家拢流行讲一句话，工学院大学生毕业，迄当阵啊，30当前，起即个薪水一开始3万块，然后咧，若硕士工学院的硕士会当3.5万，一个月加5000块，所以同学大家撒招要来考研究所。当时为着考试咧，想讲伫厝内，即爱佚佗的学生伫厝内绝对拢袂当读册，就走去教会的图书馆读册。但是即个爱耍的即个心搁伫个啦，所以读册读啊真烦的时阵，就去教会图书馆去献册，献每一本拢来献。献着咱长老教会百年史，伫遐献，竟然一献着新老病院的历史，看着家己外公的名，迄当阵感觉与有荣焉呢，毋知影，迄当阵22岁啊，佫毋知影家己的外公竟然伫教会史内底，哪有一个名出现？当时脑海的中间就出现一个问题：我若一世人做工程师，安尼我一生的意义是啥物？我这一生的意义，敢真正就做工程师？敢真正就是大学毕业考研究所，为着加5000块的起薪？我一生的中间，敢若是即个做咱知影工程师其实做啥物？一堆的算式啦，公式套公式，你只要会套公式，其实工程都没问题。我迄个时代啦，即摆我毋知，即摆有 AI， 即个母 AI 母啊袂爱啦。AI 母到袂爱，读力学有力读到无力，有力读到无力，这阮迄当阵流行的话，我一生的意义是啥物？拄啊好，这是我找到外公囡仔时代的相片，即个1915年台北医学校毕业的即个相片，我内底第3排倒手边第3个，迄个较矮迄个耳仔，耳仔的形上好认，台北医学校1915年毕业，伊的同学中间有啥物人？花莲的张七郎医师228，互人枪杀迄个，互国民党杀死迄个，然后咧蒋渭水，同一班内底，这是即个百年史我处理无，但是我对网络有找到1915年8月份，台湾《日日新报》报道即个当时的新老病院的状况，就是1914年热天欧洲伫遐战争，所以咧马雅各二世马雅古医师马雅各医师是马雅各医师。即个1805年来，迄个伊的后生咱汉字说这
玛雅谷，就是玛雅国伊斯二世，迄当阵就转去欧洲，因为欧洲的战争，所以咧，加拿大宣教师迄当阵加拿大还未正式伫遐战争，所以加拿大的宣教师戴仁寿牧师就对北部去新老病院伫遐来做院长。但是咧，台南伤热啦，加拿大的人挡袂牢，所以迄当阵热天的时阵，拄啊好府城台南市有一个林天栋医师，打对医学校毕业，所以就叫伊来做医师。这文章大部分就安尼写，大概就安尼写啦。讲迄当阵拄啊好有医学校的毕业生，林天栋医师伫遐。来甲助手几若个伫遐来看病，这就是这历史，虽然讲像咱中间嘛有咱的姊妹一直喺问讲叶牧师你为虾米要读神学院啦？你读工程读好好啊，工程师你看台积电工程师毋知偌好咧，我的同学佫伫台积电做经理咧，我嘛有同学。40岁就退休啊，因为有够啊，就退休啊，但是回想起来我刚才咱讲这条路看到回想这条路行来真正袂当嫌啦袂当嫌啊，我想会当讲我一生我这段路袂当嫌啊，我想已经是真好啊啦袂当嫌啊，因为每一个路站拢有上帝的恩典。伫咱生命的路程中间，其实有上帝迄陪伴咱做伙同行，是伊迄带领咱、引带咱。咱回想咱的过去，其实咱拢会当看到上帝的恩典疼痛一路迄引带啦。就算讲有时人生关关家家，有时阵顺利，有时阵坎坷歹行。但是咱回想到迄个美好的情景，实际上是上帝迄保护咱，是上帝迄看顾咱，是上帝迄引带咱向前行伫即个稳定的路。所以当咱读到诗篇121篇，实际上咱就要学习亲像即个。诗人同款，看到上帝的保守，看到上帝的气力，看到上帝的疼痛。那安尼重新来看咱以前所行过的艰苦，咱就会看到实际上过去的艰苦咱行过啊，过去的无顺利，到伫今仔日。咱阁好好去行，其实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愿咱拢会当用咱的心思来回想上帝伫咱一生的中间，怎样用伊的恩典疼痛带领咱，伊怎样用伊的大气力一路牵咱到今嘛，也愿咱拢会当得到勇气甲信心。走向头前稳定的路，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诗篇121篇提醒阮，就是阮是你所听的，是你所看重的，所以你看顾阮，无论阮行伫怎样的路。就算是路途坎坷，也是阮行伫顺利的路顶面，你拢一路看顾甲引带。你也互阮，无论头以前的路是怎样，你一路看顾阮，互阮安然到伫今仔日。你也爱阮，注神伫你的大气力甲你的疼痛，互阮。无过头，专务伫阮个人
过去失败的经验，也是敢若焦点伫阮过去所捌受过对人来的伤害。你是爱阮主神看你，看你怎样伫引带，看你怎样一路的指示，互阮会当勇敢来向前行，互阮不只是向前行后一个脚步，阮暂时也看到阮四周围的兄弟姊妹，可能因目前现在是拄着困难，目前因是失志，目前可能拄着信心的软症。求主你也互阮，因为有主你的听，互阮用信心的眼光来看着阮四周围，也互阮做伙彼此扶持，看顾着阮兄弟姊妹的需要，互阮通大家三甲做伙同齐脚步来跟对你来行。主啊，恳求主你看顾，恳求主你引带。原来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牧师传讲上帝信息，愿圣神甲咱同在，每日地看顾咱。这是三甲来吟诗应答上帝话，圣诗第605首，圣诗第605首。靠主恩典，奇妙气力地保护，坚心听候主所安排道路。阮知上帝每日无停地照顾，逐个新的日。主亲切招呼，圣诗605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念。
请坐。咱即时要来奉献，请唱美结束甲玉节之来书献。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咱也未报告的大声，咱欢迎今日新来的朋友有3位吼，伊是咱牧师的表姐、表姐夫甲因的后生吼。恁邀请恁若有来台北的时，拢会记过来遮甲阮聚会。吼若较详细则等下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报告事项吼。本礼拜拜三下晡2点半吼，要伫咱即个礼拜堂有即个泡茶分享，有杨长老来分享即个彩色人生，就是开讲吼。邀请咱兄弟姊妹来踊跃出席。第二，需要教会10月到12月事工分担表的兄，请到即个招台组遐家己来摕。第三，每礼拜拜五暗的7点30分是咱教会查经祈祷会。咱即摆的主题是为新约圣经加入太书，咱请教会兄弟姊妹来踊跃来参与来查经。第四，需要探访也愿意开放家庭来举行家庭礼拜，兄弟姊妹，咱请会当来。甲牧师通知，也是甲教会中职来讲，会当来安排。第五，下礼拜主日礼拜的题目是唯独的恩典。经文圣诗启用金句，咱家己来看哈。咱来看咱倒边的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献歌队练唱是上午8点45分。咱即礼拜拜三的泡茶分享的是下晡2点半吼。咱拜五咱查经祈祷会是每礼拜拜五暗时7点半。咱查会班是每个月一遍，是拜六的上午10点。咱顶礼拜出席的人数甲奉献，咱请咱家己来看。奉献的金额若是有毋对的，请甲面面即事，也是唱美即事来更正。咱即摆来看圣工事奉吼，咱即礼拜招待是素琴者甲bình农乡。咱插花是咱昨昏插花班所插的。咱后礼拜讲道是咱叶牧师。书会是御用结束，书琴是义节结束吼。领唱是御用结束，书献是民兵结束甲唱美结束。
这个招待是谢宝姐甲苏长老，插花是秋妹结束，清扫是素琴姐。咱即马请来看咱本周的金句，是诗篇121篇第8节。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请咱大家用台语来念2遍，了后再用华语念1遍。来，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诗篇121篇8节。来，按请牧师来。真正感谢上帝啦吼！平常时讲道拢袂提起即个我的长辈啦吼，今仔为虾米今仔日哦，我的伫日本的亲情就是我的表姐甲我的表姐夫表姐江诗玲诗玲啦吼，江诗玲老师甲张瑞明我的表姐夫张瑞明老师因2个拢是声乐家甲即个乐士乐谱因的后生搁后壁搁有一位面色，敢是亲情张瑞明的好朋友但是伫主内拢是亲情感谢感谢即个。江诗玲老师伊的爸爸是江正华牧师啦，足早期伫嘉义中会服牧会，嘛伫遐做总干事，江姓，但是敢是亲情，毋是啦安尼真感谢上帝有即个机会，嘛望讲咱的新朋友即个以后嘛会当来甲大家熟悉好，以上。这是请咱大家来做愿位，爱用拱手来，大家互相请安。这是咱来吟上英的诗，圣诗第395首。圣诗第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国你三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水得洗清。请咱起立来吟。
全能的上帝，愿你的权能的神改造阮，温柔的神引带阮，稳定的神帮助阮，互阮服侍敬拜你，对即时到永远。阿门。请坐，列岛闭会。